首期120萬就可以喺珠海買一個豪華裝修嘅一個獨棟別墅。佢上下咧有5層，全部係大豪華裝修嘅。佢前後花園帶埋嘅話就有150個方。咁呢個係佢嘅前花園啦，大概係39方左右。可以入嚟睇一睇佢一個裝修一個標準係非常之高嘅。呢個銅門打造，全係一個人面識別呢啲智能鎖啊！你睇見即鎖得啊！呢一個別墅，睇下呢個幾闊落，層高就有5米，非常之大氣啊！可以睇到呢個廳開間都有成8米啊，非常之誇張。再睇下我哋一個後花園，後花園就可以140個方，非常之誇張。下邊做一個茶室。嗱，呢個後花園全部幫你做好晒噶啦，首期只需要120萬，就可以攞低呢一套豪華裝修嘅一個珠海一手別墅，唔係二手，亦都唔係毛批。咁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可以私信下我，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嚟睇睇啦。